大家好，我係 RM04 Workshop。今日我同屋企人去澳門，我非常之急來上船，事不宜遲，而家上船。終於落到船，我可以影啲相片了。如果你想知 RM04 Workshop 之後嘅澳門快閃2日遊，請訂閱我哋。聽日見，拜拜。終於落到船，我可以影啲相片了。如果你想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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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M04 Workshop 之後嘅澳門快閃2日遊，請訂閱我哋。聽日見，拜拜。